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下面张伟为咱讲全球武汉肺炎的疫情是哪来哪严重啦吼。另外针对着国内这个境外移入的部分今日新增加8个案例啦吼。尤其咱讲到跳芭蕾这个舞团又个新增加4例大家有影真惊吓啦吼。所以咱们看到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小连续2天来宣布这罗西亚演出的这 Moscow 古典芭蕾舞团。前后内底有52个人差不多真正咱算的昨4个，即阵4个拢总8人确诊武汉肺炎啦吼。头几先，咱看到台北市政府这个副市长吴珊珊就表示讲台北市府已经知影有4例确诊的案例，就建议中央这舞团所有表演都要拢来停止，但是中央煞无决策啦吼，所以唔知闹甲讲中央甲地方又搁伫遐踢皮球啦吼。不过咱嘛讲到州官陈时中伫咧临时记者会内底讲过去有整体一寡检视啦伊讲确实鸟下观众有一寡这个隔离也好、区隔也好工作人员嘛有上好这个防护感染性防护啦相对会较好啦但是咱讲真正这致病可能性嘛也阁真悬啦所以今日4例了后，咱讲全面是要来甲演出，拢甲停起来啦所以咱讲伊即阵讲感谢台北市的这个坚持啦但是这嘛引发着这个风波啦另外，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其实咱过去12月初4的时阵都来讨论过，这个1年级的这个义工到底要甲拢停啊，无停啦12月初4这2礼拜到家已经来到期啊啦所以即阵要甲这个政策继续来去延啦所以无要甲解封啦继续停止因进口，但是咱过去嘛有讨论着讲，哇，这啦这个义工的这个破口，也是讲那个修条，当然嘛是真好。但是对着这长期照护这人口人力的这欠缺，嘛是一大爱伤脑筋的这个部分啦另外，咱过来看到讲，台北市长郭文定讲这病毒袂因为伊是这个印尼啊，是这个俄罗斯，还是讲罗西亚这人身上有无共款啦另外，但市长部长伊安怎回应？伊讲这个义工本身是入去甲咱这个家庭内底，咱讲照顾的就是这个士大人啦所以恐惊有群聚感染的这个风险尤其士大人这个风险，咱讲真正悬表演团队伫咧舞台顶无直接进入社区无要求讲。检疫期满进前就来采检，但是咱嘛讲到14天加7天，这7天了后，伊若是确诊了后，去乱踅爬走这是要安怎解决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先来邀请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医师洪明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咱的这个研究员周元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3位，咱邀请成功病院副院长洪主任。大家好。是啦3位拢是咱的老朋友但是咱同款讨论到武汉肺炎，咱真正望讲哇，这疫情真正会当消退，但是咱讲官人这疫情真正无咧消退啦尤其对台湾更加爱来注意的，就是咱看到。规个这个境外移入，咱等下讲到罗西亚的这个部分，伊是全球排名 Top 5的第4名这么严重的这个国家，咱讲芭蕾这个舞团要来台湾表演，是安那14天了后，这个自主健康管理的时阵，应该会当去爬走啦这中央是到底出现问题，先做来看。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各新增加8个境外移入确诊的个案，传出其中包括俄罗斯舞团的团员。指挥官陈时中证实，确实还佫有团员确诊。俄罗斯舞团后手伫台湾的演出，爱全部取消。指挥中心买灯开疫调，嘛要求地方爱做消毒。主办单位停掉了，那我们本来的决议是说来检验的话，如果有确诊的话，我们就停。所以现在我们也展开相关的疫调，那相关的这个旅社的部分在开始清消。关系到俄罗斯舞团的行踪，8日全团结束14天的检疫了后，主办单位主动采检，发现有4个团员确诊，这4个人随送病院，因若剩的团员是继续排练，还佫传出有团员去踅台北市的百货公司验顿卡，即嘛佫传出有人确诊，敢是有交叉感染的风险。感染科的医师讲，结束14天的检疫了后，是爱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团员就算出门嘛爱随时拢挂喙安。有的人的潜伏期说不定会超过14天。如果说在自主健康管理期要做表演的话，就是变成必须要戴口罩，然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这样的话才是被许可的。
针对舞团甲后手的表演取消，主办单位联合所谓文创发表声明，因为团员第3届采检也是有阳性反应的个案，所以甲全部的演出拢取消。已经买票的观众会当专业退钱，除了台北场会当伫咧原定演出的时间现场退票以外，各卖票的通路、退票的办法嘛会赶紧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全团52个人来到台湾，真正咱讲吼，台湾防疫真好啦。但是咱讲过去会当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因才会当团来演，台湾拢嘛真欢喜。但是这回咱讲罗西亚是 Top 5的第4名，这么严重的这个国家，互因之外有必要吗？是，我要先来大家讲吼，因为全世界吼已经爆发三四个月吼，罗西亚为6月、7月开始，伊的迄个人数一直欠管吼，所以吼，对因来讲吼。足侪人吼，其实你即摆来甲验吼，验起来其实是一个阴阴阳阳啦。哦，反起反倒就对啊，有时阴有时阳安尼吼。啊，因为阮知影讲吼，武汉肺炎吼，即个部分伊发病了10天了后，伊就无啥物传染性，吼，较袂传染。是啊，所以即寡人因到底是拄啊发病，还是讲曾经发病？哦，所以其实即摆要互大家一个新的观念，就是讲，你即摆 PCR 做出来阳性吼，就像阮即摆做出来有伊内底8个人阳性。是，阮其实第2个问题就爱甲问啦，伊到底是进前发病，还是今晚发病？因为讲 PCR 咧测的时阵，有当时啊是死的病毒嘛测得出来，所以有当时啊这阳性是代表伊这个死去的病毒，但是无代表伊讲伊继续有这传染性。阮应该知影讲超过10天就无传染性啦，吼。啊，阮上有名的就是阮台湾迄个金巴黎台商，吼，关70外天啊，吼。啊，其实迄是足冤枉的啦，吼。啊，所以即摆已经病毒学知影吼，啊，所以其实阮是医师是会想要问讲，啊，伊的抗体到底是偌济？吼，啊，所以这是其实是会当紧来验啦，吼。好，啊，阮即摆来讲这14天的隔离吼，其实阮对印尼的移工吼，其实陈时中部长讲了真好，因为阮的移工是要进去阮的长照甲家庭内底，伊是一个足密集的亲密的接触，是哦，所以其实对因较严格，这是会当接受。但是你讲其他国外的人，你看罗西亚伊起码是全世界全世界第4名，啊，因流来，因即马即届其实因是自己加贺自费裁剪哦，隔离了自费裁剪才验出来。啊，若是其他国家吼，你看阮即摆发病期为虾米讲14天隔离？因为阮95%、98%拢是12天以下，伊就会发病，吼，伊直接发病，吼，啊，所以阮的14天会当几乎99%的人，伫迄个潜伏期拢掠会出来，吼，拢掠会出来。啊，但是吼有一个观念爱讲啦，潜伏期吼了才叫做发病嘛，吼，发病了有一个10天的传染期，是10天的传染期。若是即个人伫即个时阵发病，够传染的。啊，伊拄发病尔，啊，但是伊的镜头是足轻的，伊无一定想要讲伊，想讲伊过2-3天伊就要出来啊。哦。啊，政府也无甲规定讲14天了一定爱甲验 PCR。啊，但是你看伊这段时间蓝色的传染期，医师你认为这种人也够可能，家己通报这个镜头，因为伊要隔离期满啊，所以伊无爱通报，这种人也是有。所以台湾的破口应该是伫即款部分啦。OK。像阮即届浙江台商嘛是共款嘛吼。浙江台商吼，进前讲吼，啥物98%拢是本土传染伫检疫旅馆吼，其实我是感觉毋是安尼啦吼。阮吼是大人吼，60岁以上甲少年人吼，伊的发病的时间吼会当差，你看，一个是8-9天，一个是4天，会当2倍哦，会当2倍哦。吼啊，所以伊即个浙江台商伊是年岁较大的人嘛，吼50几岁要60岁，伊有可能伫即个时阵发病，但是伊是足轻的，小可人忝忝，啊头戆戆，啊小可扫扫，但是伊无发烧，嘛无畏寒，嘛无嗅觉丧失，伊就想讲啊，莫讲好啊啦，伊剩2天就要出去啊，吼正常人就想讲后壁代志遮多，那有可能家己讲，啊结果伫12天的时阵，吼普通阮拢感冒过嘛，感冒3天了差不多。烧要烧起来嘛，吼，愈来愈严重，烧起来啊，才无法度才憋空嘛，这嘛是一个可能啦。是，吼啊，所以袂使一直讲阮是台湾啥物空气传染啊，还是讲本土传染。就是你不爱讲啦吼，
镜头来讲，有可能是安尼啦，嘿，这几率较大啦。是，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咱头拄仔讲到这个哈，即工转来这个台商也好，还是讲这个印尼籍的这个移工也好，还是讲咱讲罗西亚这个芭蕾舞蹈团也好，然后其实拢无共款的这个镜头啦。咱即阵佫讲转来，咱讲吼，这个罗西亚的这个部分吼，罗西亚咱真正看到的是讲跳舞的这个部分，咱本地按算吼，有人家拢真健康啦吼，但是有八个吼，咱讲吼确诊的这个部分，啊，尤其咱讲跳舞的人，可能即阵验起来吼，这个 CT 的这个数值可能是悬的吼，但是伊有这个传染性，无传染性。照陈时中的这个部长的这个讲法，应该是无传染性吼。继续咱个请教研究员吼，安怎看咧？哦，即马吼，因为咱即马来讲吼，咱全世界人种其实拢无啥共。OK。有黑人啦，有白人啦，咱黄种人安怎？其实这差异大部分拢是咱体内有一种蛋白质吼，叫 MHC 啦。这个 MHC 呢，就是要活化吼咱的免疫系统的时阵，最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蛋白质啦。是。这蛋白质呢，若是咱拄到这病毒入来时阵吼，大家这个 MHC 因为无共，所以有法度去诱发咱的免疫系统，其实拢无啥共。这个吼研究是从 SARS 2003年时就知影有这种情形。这嘛是这个情形，唔知讲大部分拢会导致吼，因为对人种无共的时阵吼。这病毒因为要活，伊要活时阵也做突变，伊再活较长。若在突变的过程中吼，有的人就变做是活有法度在内底，在咱的身体内底较久无，这病毒较久，有的病毒就无法度，就安尼慢慢咧，你这直直减减，进化吼，会着进化。是，这就是为虾米讲吼，为虾米为，比如讲咱东亚的人。甲西方的人，有伊的镜头无啥共，其实就是安尼出来。是，所以你即马再来看待咱即马，不管是印尼的渔工啦，还是讲等下俄罗斯哦，罗西亚啦，罗西亚嘿，你会使感觉到伊其实的镜头有淡薄无共。OK， 你若较有要研究较深时阵，是会使去看伊的所谓的基因的序列啦。其实我看迄基因序列大部分拢有淡薄仔突变。是，这嘛是以后咱爱研究方向。OK， 所以甲人种嘛有关系啦，尤其咱讲吼，这个病毒吼，这个病毒吼，真正真干巧吼。英国已经唔知变甲几型去啊吼，这嘛是咱过去有咧讨论的吼。啊，咱佫讲单这个罗西亚这个部分，咱看这张图吼，先看到讲全球这个病例数，这是根据着这个 CDC 伊上新的这个图表啦吼，7300多万人啊，咱今仔日这个拜一的时阵看，还得6000多万人呢吼。啊，尤其寒人的时阵，这个数字是豆豆哪来哪悬吼。那么看到讲吼，这个全球死亡人数吼，已经来到165万啊啦吼。这个165万，这尔啊侪这个死亡人数，全球这个致死率吼2.25%啦吼。所以这张图啦吼，哪深的这个部分代表因这个咱讲国家吼，这个感染人数、确诊的人数是悬的。这就是咱讲的这个罗西亚这个部分吼，继续咱个请教这个副议长啦吼。是。咱讲四个，咱讲罗西亚这个芭蕾舞蹈团啦吼。啊，过去咱嘛讲到，亲像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啊，亲像这款因用到这个bubble吼，规团安尼来。其实应该概念上是好的，是。但是这回出伫什么问题咧？我咧想是安尼啦吼，咱大家注意看咱这张表吼，你看咱即卖迄个致死率吼是朝2.25， 100人差不多2个人。啊，你看吼，咱这个疫情今年拄开始的时阵吼，一度高达要超过6%外嘛吼。所以大多啊，这个研究员讲了无唔对，就讲即马这个病毒，咱在观察吼，咱是在滚动去啊观察这个病毒的演变的一个过程吼。大家有注意到一个状况无吼？就是讲这边的这个 Russia 这个罗西亚，跟咱顶摆讲迄印度尼西亚迄个移工吼，有一点仔相同的一点点同款的所在，就是讲。14天了后，吼，进前来验是阴性3天，啊14天嘛无问题，啊出来7天了后自主再个验，啊就发现有这个阳性的这个状况，表示即马这个病毒吼，甲咱一开始甲熟悉的迄个状况，似乎又有一点无共款的这个所在吼。啊，但是吼，共款的所在是啥吼？当然就是讲，咱在疫情，咱在控制这个疫情的过程中间，我感觉咱的这个指挥中心吼，爱注意一个代志，什么代志？就是讲。咱来看伊即马即个母国，我顶摆嘛讲的，伊的母国的感染的状况嘛。咱顶摆咧，大家会记的，印尼的移工，伊是因母国是排全球第20名，
全球20名，所以是1万人有超83个人有感染，对不对？啊，咱讲到咱台湾才1万人才0.3个人，啊，罗西亚伊是偌济？我甲算一下伊是1万人伊的这个人数是187啦，1万人有187，啊，咱是1万人才0.3，所以两边差623倍。所以看起来就是讲，罗西亚即马因的这个母国，伊的即马的感染的状况，确实就是讲正在高峰期啊，我今日嘛有 Google 一个图对你看伊即马头拄看起来你看这个罗西亚这个图，真明显会使看到啥咧？看到讲伊的这个伊的这个眼睛伊迄个客户非常的陡峭啦，陡峭，你会使看哇，请教这个医生讲，你看这个曲线图你看为这个会使讲是高给了，即马这个转折点都一直起来，伊的这个最高点就是在大概是在11月25号前后伊有一天的这个确诊人数超过28000几个人，所以你看伊这就是咱在流行病学角度来讲，这叫 outbreak 来讲，这个大流行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即边即个舞蹈团的来其实我感觉这是好代志咱会使互咱的这个民众会使有一个休闲的所在，但是嘛是爱注意到这个防疫的这个规定，而且爱甲国外的状况，咱来小参考一下，来制定咱家己的 SOP 啊。是啦这个家己的 SOP 应该是爱有啦滚动修正。有影，咱毋过咱讲这个因所代表这个 CT 的这个数值是悬的呢。继续请教医师。是。CT 的部分即届讲这几个人差不多35啦，是35。啊，阮顶届浙江台商有确定讲伊是刚发病伊是15到17啦，验两届啊。15到35是啥物的迄个概念我讲互大家知影其实伊是加做20次的放大，是2的20次方，所以其实阮浙江台商的病毒是因的100万倍。就是讲，这个咱讲，这个芭蕾舞团的，因为这个相对的感染性是低啦吼。就加100万倍呢，迄差少多啊！所以其实我就是讲，就想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到底因抗体到底是安怎？其实会当甲阮验一下啦。OK，就是讲这个 PCR 有啊，你抗体验出来吼。对啦，是。因为有可能看起来拢是迄个康复期嘛。啊，康复期阮就知影超过10天无传染性啊。OK。啊，过来因都伫舞台顶悬嘛。舞台顶悬去表演，也无甲阮观众有啥物接触，所以应该是会当知影讲是到底是安全还是无安全啦。是啦咱过来回顾啦所有的整个这个52个人来到台湾，其实因经过2礼拜，咱讲隔离的这个徛家检疫啦伫咧旅馆内底，11月29就入境伫台湾啦52个人拢伫登机进前3天有做咱头拄讲的这个 PCR 阴性的报告，因提出来。另外咧，入境了后安排去防疫旅馆14天的徛家检疫。另外，11月29开始到12月13啦咱讲伫咧防疫旅馆进行检疫无症头但是检疫期满了后，佮自费采检。自费采检发现4个人确诊，其实咱头拄来讨论的时阵，知影4个人确诊，就大家即个知影代志大条不妙啦所以今日佮检测佮4个人所以咱看到指挥中心伫咧这个部分啦咱佮看到第2摆采检佮新增加即个4个人确诊啦所以一开始咱头拄嘛讲着伫咧这个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伊就讲着建议中央都要甲取消啦咱讲这个规个这个演出来取消，但是这个中央佮讲哇无这个例无这个法会当去管到底是毋是安尼？咱先佮先到副议长啦应该头拄医生有讲过真清楚，就是讲迄个 CT 值来到35以上，基本上伊的传播能力应该足歹啊。所以昨我感觉就是讲，伊昨咱伫迄个指挥中心咧开迄个记者会的时阵主办单位就是主动取消昨的演出。我感觉讲，你若是昨有演出，基本上我感觉迄个风险的程度毋是遐尼悬。为什么？头拄医生嘛有解说啊嘛，已经经过遐侪天了后，基本上伊迄个病毒的迄个强度已经是很低的一个程度，而且咧表演的过程中间，舞台甲下骹的迄个观众看的所在距离就很多倍的安全距离，基本上嘛无啥物特别的问题。但是昨我感觉主办单位取消有一个意义是咧倒呢，就是讲咱是上悬的标准在看这个防疫的规则，因咱嘛知影讲咱台湾即摆收了遮好，咱的民众无法度接受讲有一个破口的产生嘛所以我感觉讲昨大家拢表现了足好，主办单位家己就取消然后呢指挥中心嘛是从善如流，就是讲安尼取消，大家心内嘛较安心嘛。讲真的啦。
昨若无取消吼，我上去看的人嘛会介想讲哇，这都有人确诊。我过去看对啊，而且咯，大家昨嘛咧等一个答案嘛，他都昨嘛有讲，就是讲伊咧等今仔日啦，就是讲迄村的无去验，而且48个佫验一摆吼，到底有几个人发现？假设讲迄48个今日验出来拢是阴性的，我想安尼照常演出，基本上问题都不大，因为安尼就3阴性啊、2阴性啊都无问题。但是因为今日竟然佫发现有4个，啊，当然主办单位就全部取消。我感觉咱的即摆的这个疫情的滚动的控制，我感觉指挥中心的反应拢真紧啦。吼，上惊就是讲反应慢，造成破口，啊，就造成流行，啊，迄度假啦。啊，但是看起来即摆反应是真紧，所以咱来甲指挥中心，咱来好好啊。甲支持吼啊，教育的步骤落去行，我相信问题都无法大啦。是啦吼，其实咱讲吼，这个滚动的这个咱讲政策的这个措施啦，其实这个指挥中心有咧做啦吼，但是其实头拄啊两位医师拢有建议着吼，这个采检的这个部分，咱头拄啊虽然讲 PCR 伊这个 CT 的这个数值吼是变来变去吼，17个这个职工的这个部分吼，还是讲这个罗西亚吼，咱讲有30以上的这个部分。但是头拄啊，这个医师其实有建议讲吼，这个 PCR 的这个测验真正有够准的准，但是若要互因验这个抗体，咁真正适合，咱搁请教这个研究员，你安怎看？哦，因为即摆吼，咱即摆抗体吼，到这时阵吼，大部分抗体拢足低啦。即摆的问题就回到一个问题，咱即摆要检验的试剂吼，抗体要测试抗体的精准度。个到位啦，无共厂商无共款，无共款，这就是因为安尼，毋知讲咱拢常常拢会发现讲，明明你去测去检验的时阵吼，伊是所谓的阳性，是，但是你若讲另外一排变阴性，要安怎？是，即摆目前即摆的问题就是讲回到一个到底倒一个摆住的，所谓的抗体测试剂，抗体测试剂是算所谓的标准无？这个问题目前无答案。即摆拢无答案，即摆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讲吼，咱即摆，比如说这两个血液检体啊是啥物吼，咱来测试的时阵，爱摕足侪斤的，一人上少第2斤以上的抗体是种产品来测试，所以譬如讲再来决定安尼，就是讲伊入来，我 PCR 的这个检验嘛爱做，咱讲抗体爱2斤以上安尼嘛，但是这。当然，这个个一个问题就是伊咱的财政负担嘛，一定较贵嘛。但是你即摆，咱若通缩减，甲即摆借由疫调啦方法，先甲缩减人数了，咱来集中火力，对这些可能吼，咱的差不多 CT 值的有较悬的这部分的，咱个检验一遍安尼。这是我即摆会想到的方法。是，咱继续个请教洪医师啦吼，头拄啊研究员来讲。这是财政负担，可能因为这牌子的问题，其实你头拄啊嘛有讲啦吼，可能有某一个牌子，伊验起来是准的，但是无代表讲其他这个厂牌是包准的哦。所以基本上国际来讲吼，即马应该拢是罗氏啊，罗氏这牌子吼验起来的特异性降到98.8，过来就是讲为虾米台湾无适合验抗体，因为吼阮。验抗体的有伪阳性啦。你若是愈盛行率愈低吼，就是讲你这国家愈清气啦。就是台湾啊。台湾啊愈清气你验起来吼会足侪伪阳性啦，就是伊其实无抗，你验起来就是有抗体，结果伊无。但是若是伫国大爆发过的国家，因盛行率拢较悬，其实因验起来罗氏有这个曲线啦。因的 PPV 就阳性预测率就是讲你的正确性其实会当到90倍啦。即马就是讲计效的问题啦。其实计效嘛是一个。决定的问题就是讲你也有罗氏的机器啦，但是我有问过阮检验科病业检验科的主任啦，因是讲因拢有迄个罗氏的机器啦，所以只要甲买迄个抗体的试剂来就好。抗体试剂大部分差不多拢是300块到500块啦，看伊的进的量啦，甲伊即马到底抢手不抢手啦，但是就是几百块的代志，几百块的代志，爱做偌久，伊一届会当做100个，看你的机器，有的一届会当做100个，做18分钟就会使，18分钟就做会出来。一届100个，一届300块，差不多安尼的意思啦，这个概念啦。300块是啥物概念呢？阮家己若是有朋友出国知影吼，自费 PCR，核酸7000块，验抗体300块。其实我是感觉会当验一个啦，应该是压力无遐大啦。是，不一定安怎看咧？对啊，所以吼，因为即马即个像等下咱要讲即个。
龙总的这嘛是甲这个抗体血清有关系，就是同款吼。就是讲，昨这篇就是咧讲这个代志嘛，就是讲伊甲迄检测出来迄个抗体的这个阳性率是5%左右嘛吼。但是就是讲。到底就是讲，因为伊是用2个抗体落去 test，所以因是讲吼，这篇 paper 应该伊的抗体的这个正确性应该是真悬。但是呢，因都提到就是讲这抗体的这个伊有透过这个检测，就是讲伊到底伊的这个所谓的 sensitivity 到底悬到什么程度，伊特异性到底是几%？因为抗体这个检测就是上惊讲假有嘛，甲一个。假无这种，这2项是上会互担心的所在啦。所以我感觉这个抗体这个所在来讲，可能若是咧验的时阵，嘛是爱甲配合伊的抗体的这个就是讲 sensitivity 甲 specific， 拢爱交代清楚了后落去验，安尼才可能会使配合落去看。但是有一点就是讲，王医师讲了无毋对，因为咱台湾的问题就是咱的盛行率实在是太低了，低到你要去验有其他迄个有你嘛就怀疑讲那个是真的有啊无嘛？因为咱的盛行率我打讲。1万人才0.3呐，0.3呢，这是要安怎去验这个物件？所以这是咱台湾的问题但是这是好的，好的状况嘛，表示咱的疫情是真稳定。疫情是稳定的咱继续来看就讲头咱讲哦，台北营总最近就完成这个万人血清这个调查，咱头讲到11个内底有抗体是5%来去暗算，所以讲这全台湾可能有这个11800人这个体内有抗体，但是咱嘛看到讲疫情指挥中心认为讲这个研究的重点是肯定台湾的这防疫用来推升全球来讲全台湾的这感染的这情形，真正无解讨论先做来看。国内新冠肺炎各有万人血清调查完成啊！伫中华县卫生局针对中华县内民众做万人血清检验了后，台北营总顶一日嘛完成万人血清学的调查，找到11个人血清内底有抗体。那以台湾整体血清抗体阳性率5%来推算，全台湾可能有11800个人带有新冠病毒的抗体。台湾一定是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那没有被我们的检疫系统侦测出来，因为从疫情一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有大概10个本土病例，并没有找到传染源。台北营总研究团队是伫今年5月份到7月份，检测1礼拜门诊甲急诊，用20岁以上民众抽血剩的血来做检验，拢总有14000外的检体，查甫查某是各占一半，9成的检体是为门诊来的，结果找到11个人的血清抗体是阳性。不过专家认为讲，这个数据无一定都是真正的情形，因为抗体检验会出现为阳性，而且是种人类感冒冠状病毒内底，嘛有可能会验到新冠病毒的抗体。是否他的病人里面有这个确定病例，还有从国外回来的或是确定病人接触者？另外也不适宜把这个研究从这医学中心的研究回推到整个全台的一个人数。疫情指挥中心强调讲，这个研究讲到台湾整体阳性率比其他的国家要更加低，肯定台湾伫防疫是做了真成功。不过，这个研究也是有伊的限制，包括无法度确诊抗体阳性的人，敢就是确诊的人，或者是确诊患者的接触者，也有敢是为外国回来的，所以并无适合用来推估全台湾感染的人数。记者综合报道。其实这营总这报告已经刊伫这 Lancet 这个期刊头顶了其实咱嘛有爱建议的这个所在亲像讲这个政府爱有作为啦咱讲这个营总可能嘛爱更改掉这个论文的这个修改这个部分咱现在看到讲伊这个相关的这个调查报告甲相关的安怎的人去甲看看这件代志，咱看到讲伊这个血内底去看到讲11个人有内底有抗体啦所以推算起来咱头先讲是0.05%5%啦所以估计起来。这个差不多11800个人有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抗体啦另外，咱们看到讲11个这个部分带有咱看到这个8成50岁以上这个多数是这个4大人所以咱看到这个。北营是伫咧人口较密的这个所在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差不多2600床的这个医学中心按算这个阳性率未低过台湾整体这个血清抗体阳性率啦咱个更正一下咱讲是1万个外人的这个血这个样本内底去推算去按算所以咱看到这个部分其实真正若要安尼甲算过，台湾安尼实在是真恐怖，若是看这个报告安尼写啦先请教研究员。我即摆是应该讲这个报告其实有一寡问题，咱爱病人爱去厘清第一个伊这是从门诊去看病人有发病，有一寡呼吸道的一寡安尼镜头爱去看病，看病伊找检体来去做检测，伊毋是对
正常人来做检测哦，这无共。这你若是都是因为是感染着的啦，伊内底就可能是什么？进前其实就是咱那个什么那个中心里面已经知道他曾经已经被感染的人，伊要去报告，就是已经报起哩迄只。嘿，迄嘛内底嘛就可能的，可能伊是嘛这么好啊，但是呢。伊感觉无爽快，啊，伊嘛去检查，啊，这部分家己本身就有抗体啊，抗体就是一定测所以若讲吼，即阵台湾700外个人吼是确诊的，无定着内底的人，伊就是安算伫内底。所以我讲这报告，伊伫爱厘清，就是讲我11万人去检测时，有11人内底，1万人内底其实是偌济人是曾经去已经是出国啊，转来啊感染过，啊被通报的，一直爱第二个慢性病患的人吼，大部分伊的抗体吼，你若用这罗氏的检测，大部分拢会伪阳性，会问题出来。所以即马这部分就是讲，咱属于慢性病的人，因为这个检测的人，大部分拢是本来有镜头的，恢复镜头的人，所以伊爱甲这部分的族群爱算入去。OK， 这第二、第三方就是伊爱甲伊，咱头早专家拢有讲过吼，你测定的方法。伊的准确率到偌济，伊来写入去。是。啊，这样的报告出来，但是我安尼感觉，因为伊报告内底无写较清楚，所以这部分哦，其实对于咱台湾所谓的信誉淡薄问题啦。OK， 就是讲咱过去咱咧讲防疫这部分做了真好，但是有真侪物件煞对袂着啦吼。有当时啊，咱看到中华迄个案例嘛是啦吼，啊，佮即阵咱看到台北营长吼，这个报告啦，所以咱看到讲无共人有无共款的这看法。中研院这个生医所吼兼任研究员何必雄吼，伊讲吼感染地区有差异啦吼，咱看到台北营长是伫咧都会区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若是按照这个母体来去算吼，其实袂当安尼来去推论吼。另外，咱要看到讲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雄伊是安怎讲？伊讲肯定这个数字会当说明台湾防疫有成功，但是无法度确认讲这个抗体阳性是毋是确诊者，也是讲这个有旅游史啦吼，无建议吼规个推甲社区也是全国。先到洪医师啦吼，你安怎看咧？是，伊一开始吼是14000多人吼，先列出25个人，有迄个罗氏是阳性啦，但是罗氏伊本来就讲伊若是有其他的啥物病毒，也有交叉的阳性。啊，所以伊阁有用中研院另外一个ELISA的检验去甲验，结果25个人中才有11个人有啦吼。啊，其实这个中研院的ELISA是毋是阁爱再验证一下伊的正确性，迄嘛是爱阁看啦吼。啊，阁来伊有讲伊有看4个人是确诊的人，伊的长时间纵向时间的伊的血清的变化，抗体的变化吼，一礼拜爱较看。啊，但是其实看的时间无够长啦。啊，过来就是讲，阮知影讲吼，其实武汉肺炎吼，你即马是轻症，也是重症，吼，也是急重症，你的抗体产生的迄个曲线是完全无共的。克服无共。啊，所以你摕台湾，你也无讲详细讲这4个人到底是重症还是轻症。好，啊，过来就是伊的症状安怎，你的血清追踪的时间拢无够，啊，加4个人，啊，其实我是感觉讲，当然会当做一个数字出来真好啦，啊，只是讲，因为嘛看到伊内底就一限制啦，啊，所以较有限制的一个论文，你要讲回推讲台湾内底有12800个人有迄个曾经感染吼，其实这个回推就。像老师他讲的，迄母体嘛，无法度代表台湾的母体啦。有影啦吼。好，这统计学基本上的理论嘛，啊，所以大家是免想讲伤惊吓，讲遮严重啊。其实咱嘛有看到吼，另外这专家李炳义吼，过去嘛来节目啦吼，伊即阵嘛有讲啥？伊讲吼，哇，若是这个数字吼按算起来11000外个伫台湾安尼吼，这个急诊室早就拢是人啊吼，继续请教副院长。是啊。我想吼，这篇这个 paper 吼，上因为伊是刊登在《Lancet》这个有名的这杂志吼。是。啊，我想吼，咱做这个有关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研究，拢是真好的代志啦吼。当然，这篇 paper 最主要伊嘛是咧研究讲无镜头的这个 COVID-19 的感染者吼，到底伊的这个发生率吼%是偌济啦吼。啊，因为即摆为台北营长这个报告内面，咱看到5%啦吼。这个5%到底是悬还是低？我想咱有几个会使比对。第一个就是彰化进前做的迄个因咧家己做的所谓普筛的迄个报告，迄摆伊的报告是8%左右，8.3。但是迄摆的报告内面发现迄4个人是安那有啥物无去报案，原因就是伊是
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对不对？所以伊无去报案，但是伊有产生抗体啊嘛，对不对？所以伊是8，基本这是5%。我头拄有讲的，咱台湾即马确实的案例700几个内面，除咱的人口，咱是0.3%，所以0.3跟5%，但是呢，咱也不要忘记了，因为严重是医学中心嘛，所有的重症、轻症的患者拢为遐集中，而且咱的专家医生嘛拢讲啊足清楚啊，伊内面可能有确诊者去看病的，已经好啊嘛有迄个甲确诊者密切接触的人会去看病，是讲为国外转来即寡人，全部拢合在咧内面，而且伊这边的这个 test 有一个意义啦，我有看出来，就是讲，因为伊是做2摆，一摆是5个，一摆是7个，伊收2摆的啊。你要做7个对，7个迄摆拄好是在连续假期之后，端午节连续假期以后，7月份伊就过去做裁剪，所以讲伊就发现讲5个甲7个在连续假期之后咱的迄个盛行率没有明显增加，没有显著的差异啦。等于讲统计学上无显著的差异，这代表什么意思？等于讲咱台湾的经过端午节迄连假了后，竟然这个社区的这个感染率，佮维持了足好诶，也够安全。对，所以这篇 paper 上无验证咱台湾讲，咱真正咱的社区相对是安全的嘛？你看，经过连续假期了后，无讲迄个盛行率突然拉起来，抗体盛行率拉起来，没有这个状况。有影啦所以咱先来请教到这个洪医师啦其实咱讲这个经过连假期，咱的这个盛行率拢是差不多，但是咱看到这个医工的部分是印尼接为这个母国那是照这张图来看真正是介恐怖。尤其咱嘛是讲建议这个西方国家其实咱讲 Top 1的这个美国，因要过 Christmas 咱自这个印尼这个案例来看，讲西方安怎防啦？其实这届武汉肺炎就是一个感冒病毒啦，所以要安怎防疫其实就简单，就是你爱戴嘴样，爱洗手，人甲人爱保持一个距离啦。其实阮拢会想到，因为端午节迄阵，其实人跟人根本都无保持距离，客家啦，无啥戴嘴样，遐热哪有可能戴嘴样？当阵这个但是中国发现这个tax 和这个过去去到这个热点的人对是所以伊迄个状况结果拢无病例爆发其实我是会当讲阮台湾是99.9999啦，拢无病毒啦所以其实是免烦恼。阮来讲印尼同款是即个夏天即个时阵阮端午节是即个所在嘛因今年本来9月的时阵要做一个大选，结果因就烦恼讲武汉肺炎，所以因甲大选延期到12月9号啦。这其实是一个足笨蛋的一个做法啦。你12月9号是冬天呢，你热天的时阵你不爱选举，你也冬天的时阵才人群群聚，所以你看啦，因过新年了，伊个人数欠管起来，过来咧，要选举啊嘛，开始一寡政治议题嘛，有人就开始抗议啊嘛，抗议各安尼爆发，无法度落来，过来。选举前最高峰、最精华的时阵，因有一寡迄个政治领袖、宗教政治领袖回国变做机场万人群聚塞爆，拢无保持距离，规个安尼撑去，所以因其实已经爆发呢，8月、9月、10月、11、12月，所以其实我要先讲的就是他迄个议题，就是讲印尼是一个爆发过的国家。阮即马要讲确诊这个名词一定要问第二个问题。你是现在今麦确诊，还是进前确诊？因为超过10天就无传染性，所以今麦拢爱问这个问题。莫讲 PCR 做出来就惊吓，大家莫遐惊吓啦，一定要先确定。所以印尼其实阮若是入国其实你 PCR 做出来一定是阴阳阳。阮会知影讲，阮迄阵642个印尼移工，阮有做一个扩大采检嘛。阮扩大采检嘛是做一个阴性拢无抓出来嘛。你后最后。解隔离搁做一届，搁阳性，毋是打脸自己 PCR， 但是检验不准。毋是迄是本来病毒的特性就是安尼。所以根据着这个病毒的特性，所以咱讲即阵全球的这个疫情也是遐尔严重啦所以咱讲台湾本地咱讲围堵伫境外，这第一个防线但是咱看到最近真济团这个演出的这个部分精神嘛是搁互咱一届爱惊吓甲谨慎的。但是咱嘛讲全球疫情当咧传的时阵，咱讲预防车真正是这个救星，但是这个救星到底有效无效啦？其实咱搁继续来讨论啦咱感谢洪医师，咱继续请教这个研究员啦其实这个预防车咱看到英国是主头一车，咱美国嘛无咧这个退让啦第二车咱看到注伫这个美国这个部分，但是咱看中国嘛咧比预防车这个效果到底英国、美国、中国
啥人较好？我即摆来讲吼，咱即摆欧美这个国家就是包含方法的，就讲mRNA 这种的啦。另外就是病毒载体、腺病毒载体的，这两个咧，这两个是大宗啦。OK。啊，这两个大宗目前吼，伊即摆做到临床试验第3期，拢上少超过5万人以上，5万人以上。所以目前即摆看起来吼，伊会因为这是有认证的，咱把数据做出来了后，啊，专家去看，确定无问题，啊，伊安全嘛无问题，啊，才开始要用的。即摆做个紧急使用嘛。所以即摆有做严密的所谓的安尼。来检查的方式了，讲咱其实在对讲这两种的用下，咱其实拢是在讲是真好啦，的确在达到保护这种武汉肺炎的目的。防护效果有啦吼。但是咱反倒头来看，是啊，中国这部分的疫苗，因为咱即马知影，大部分拢即马有咧报，就是伊大部分有2种方法。一种的就是咱甲病毒生出来。培养出来，培养出来了后，直接用化学物质的方法，大部分叫福马林，相当于福马林这种物件，去甲伊的病毒给泡死，泡死了，啊伊做纯化，甲伊做个杂质给弄掉了，啊直接就变做疫苗来拍。但这方法啦，你即摆你看，伊的所有的临床试验的即马无够透明啦。第一，伊拍几个人？OK， 伊的结果是安怎？伊就无，这是公开啦，所以咱就会惊伊啦，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即摆目前大部分发现的，就是讲对照2003年 SARS 时阵，就一定有人咧讲啊。一寡研究就发现咯，伊用这种方法，就是灭活，我头讲的灭活福马林这种物件，甲病毒弄个死，啊做疫苗的。在 SARS 时阵咧做的，就是因发现讲这种方法其实无效。OK。啊！你即摆要用共款，用无效的方式过来用。但是因为伊的技术较简单，伊的做的量会较足悬的。但是呢，就是讲时间会变足低，足低安尼所以就来做。所以即摆可能伊嘛咧想讲，我技术门槛低嘛，我会使产量较大嘛，我紧才来拍啦安尼。这都是一寡问题。一寡问题哈，所以咱个看到讲吼，真正大家拢咧拼这个预防针。美国咱讲吼，这个头一批290万剂这个 Pfizer 这个预防针已经配上全国吼，12月14，咱讲吼第1名这个护理人员吼来做第1期这个美国的这个第1期射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吼，过去嘛有讨论到有这个6名受试者来死亡，咱讲吼这个2组是真正有这个咱讲吼这个预防针这个部分，另外4组是这个安慰组去做一寡这个对照，然后川普吼甲这个吼。当选人拜登吼，因这翁某拢有去做阵来去拍这个预防针，嘛要带头有这个作用伫的吼。另外是这个英国这个部分吼，头一批这个 Pfizer 这个预防针吼是80万啦吼，咱讲吼这个年底差不多够400万剂啦吼。英国这个保健署有2名员工吼伫咧拍预防针，有这个过敏的反应吼，但是咱嘛讲吼过去。这个过敏的反应，唔是这个完全等于咱讲的这个不良的这个反应啦，是讲吼对身体真正真歹，可能是伊本地身体这个状况啦另外亚洲第一个国家是这个批准的这个部分是这个新加坡啦所以咱看到讲第一批啦预防针伫年底进前送到位啦所有这个成年人拢会当自愿来免钱来去拍啦罗西亚这个部分，同款全球第1期预防针啦12月12大规模伫家己的这个疫苗计划，差不多1300万人来这个做预防针啦所以咱讲12月12，咱看俄罗斯罗西亚迄个团来到台湾的时阵是11月这个时阵未拍啦但是咱头先嘛讲到中国这个预防针真正无效的无效啦所以咱看到去紧急去使用做了后100人，甚至较侪人。等到搁确诊啦有这种状况。另外，台湾咱已经订差不多1000万剂 AZ 的这预防针，防护率差不多90%以下啦但是咱嘛讲透过这个 COVAX 这个平台，会当搁去买一寡这个 Pfizer， 亲像95%这么济这个部分啦咱继续过来申请到这个副议长啦其实这个病院嘛是真期待有这个预防针会当接来这大家期待抑搁有啥物无？
我想吼，即马就是讲，咱看世界各国吼开始咧做这预防车，啊，咱的民众可能有这种心理讲，啊，咱台湾啥物时阵会使做吼？啊，我要甲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讲吼，咱大家稍安勿躁，咱之前有讲过一句话吼，就是讲我 OK， 你先打啦，我 OK， 啊，你先做啦吼。啥物意思咧？因为咱即马疫情是相对别的国家是较稳定嘛，对不对？咱即马喙암挂的好，嘛是吼，我头进前阮嘛有讲过，抓喙암就是敢若打预防针，吼，做这个预防针共款。所以我是讲，咱即马就是咧看这个世界各国，因即马做到底伊的反应甲伊好够安那？大家唔通袂记哦，唔是讲这预防针做了就敢若万能护体无呢？伊这预防针做了，大家唔通袂记，可能有的人吼，伊产生这个保护的效果，唔是较明显，效价无遐悬。所以唔是讲做预防针了起来，哦，就敢若百毒不侵，绝对唔是安尼。哦，啊，当然，这就是讲咱爱去看，即摆世界各国做的一个状况，因为这做了了，真紧这报告拢会出来嘛。咱就马上会使观察到无共款的预防针，对无共款的国家的状况甲反应。啊，咱会使先第一阶段咱先观察这个部分。啊，因为咱即摆疫情较稳定，所以咱即摆就观察了较稳定了后，咱明年拄啊好，若有预防针会使来。啊，咱就按照咱的施打优先顺序，啊，开始落去注射的时阵，啊，就会使慢慢产生一个群体保护的一个效果，啊，互咱的台湾免于这个被病毒侵犯的危险。有影伫预防针进前，喙炎小挂一下，其实咱这个会长有早一个吼，因为大家拢知影嘛，明年是牛年啦，啊，我感觉今年是在这鸟鼠仔年实在是。唔是介顺利的啦吼，啊，明年是牛年，啊，咱牛年就是讲扭转乾坤，扭转希望，扭转乾坤，对，啊，所以讲这是阮的一个提灯吼，啊，你看这提灯吼，连这个提灯，你看提灯都爱挂喙炎嘛啦，所以我是要甲大家提醒吼，咱过年。咱要过去跨年哦，即马台北市政府要跨年，啊，即马新北耶诞城，新北市在做新北耶诞城，你去看迄演唱会，满坑满谷都是人，啊，大家无法度保持安全距离的时阵。口罩甲挂起来，喙炎挂起来，上无嘛是一个较安全。是啦吼，所以阮做这就是提醒大家，唔通袂记挂喙炎。OK 啦吼，预防针嘛还袂来吼，喙炎挂好调，挂好按吼，挂好挂好满，继续咱个先到洪医师吼，这张图吼嘛是讲咱这个试验这个预防针这个部分啊，有啥物重点无？是，我先呼应副院长讲的啦吼。其实吼，我的结论就是明年的东京奥运就无代志啊。OK， 迄阵就无代志。为虾米安尼讲呢？我讲互大家知。吼，其实我今年3月就讲吼，等这疫苗出来吼，大家就无想要讨论这武汉肺炎啦。好，啊，当然有一个前提哦，像阮的疫苗，像流感疫苗，伊的有效期半年尔，6个月。过来老人吼，伊的抗体吼。较无遐多啦，吼，啊，所以其实伊可能4个月就无效期啊，吼，啊，所以疫苗的保护力是有一个期限，吼，啊，当然阮即摆看起来，哪像伊的保护力是袂歹，期限是袂歹。好，阮来讲为虾米明年的东京奥运无代志？你看，这阿斯康辛这是改变全世界的疫苗，为虾米？因为伊足俗，真俗啦吼，不是这个好野人才会当煮，才负担得起的啦吼。过来伊冰箱冷藏就会当。运送啊，真正毋是像这个吼，过去咱讨论冷链系统爱70度以下吼。好，啊，过来看伊的产量，来，伊明年会当做才30亿，啊，才13亿，才5亿，这3间尔吼，3间尔就会当 cover 差不多20-30亿的人口。好，啊，所以其实阮即马烦恼武汉肺炎是烦恼啥物？其实是烦恼是大人啦，因为啥物？伊会重症嘛，因为造成阮的。你个重症的病房塞爆嘛，吼，医疗崩坏嘛，吼啊！但是你若是这20几亿人口拢集中互是大人隐身住，甲照护者，吼，甲人群密集的，吼，这个阮讲超级传播者，就是讲甲人接触较侪的迄款人，这其实拢有够啊。OK， 所以马上群体免疫甲迄个重症的比例瞬间下降。是，其实毋免到6月啦，其实3-4月就差不多啊啦。3-4月就差不多，尤其吼，咱讲30亿剂啦吼，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数量真正，大家人若拢煮会着吼。是。啊，真正咱讲就免烦恼，讲真正搁烧话啊啦吼。啊，当然阮嘛是详细小可介绍一下，吼，即马阿斯康辛这个足俗的，但是吼伊的有效率敢70%啦。啊，但是伊吼就算伊内底有一个做毋对伊。剂量拍唔对，拍到一半，啊，等到伊的保护力是90%，啊，所以伊即摆就去研究讲，为虾米等到做较少，等到保护力较悬。OK， 好啊，但是大家知影，毋是所有的人注疫苗了拢有保护力哦。但是过来讲，
伊会得病，但是所有的人都不需要住院和重症。就是讲你拍预防针，你佫会确诊，但是不是重症。你可能就是感冒尔，其实安尼有没有意义？有啊，有效啊。就是亲像我做这个流感预防针，对啊，可能同款嘛是佫会100块尔呢。OK， 100块就解决啊，但是毋是就简单呢？了解。吼像这辉瑞，这上紧的英国甲美国你做的嘛，伊就是保护力足悬啊，连是大人哦，保护力本来产生足歹，伊拢有94%保护力，哇，这是一个最优秀的。OK，当然伊是因为伊的运送有问题啦。有影啦。过来就讲伊安全性伊。所有大概要讲疫苗的时阵，就有人跳出来讲这疫苗安全性的问题。是，人拢做过3期啊，你看这偌济人去做，偌济人去做。伊的牛津大学接吼，伊的迄个副作用加0.8%啦，0.7%。无做的人0.8%啦，等到比安慰剂、比对照组的有症状的人较少。OK。辉瑞较悬一线，嘛才2%、3%，啥物镜头？忝甲头痛。OK。嘿，安尼尔是所以基本上是相对是安全的，相对是安全，相对是安全。感谢洪医师啦吼，所以咱讲到这个全球这个部分啦吼，咱真正会当去有一个愿望，但是吼，伫咧这个愿望进前，咱台湾吼，这个共款虽然挂好势，但是咱嘛真愿望咱家己国内吼生产的这个预防针，然后继续搁请教研究员，咱的进度咧。12月底啊，吼，咱讲吼，最近真正较无用啦吼，应该是有好消息啦吼。有啦，即摆是嘛？我即摆知影吼，咱台湾目前有3间嘛，吼，这3间内底，目前我知影第1期，吼，试验期拢做了，是，做了，即摆甲剩咧实验室做分析迄结果啦，吼，就有抗体、例假啦，啥拢即摆咧分析，上近期搁2礼拜，结果就会出来。是。结果出来了，即马就是迄专家会议吼，要进行，就是讲要来决定讲，这结果是毋是有达成咱要伫的目标 ？OK。会使进行第2期无？因为第1期上重要是看伊的安全性。OK。第2期再要看伊的安全性，甲伊的有效性。防护力。防护力，对。所以即马吼，应该是讲咱即马咧拭目以待啦。应该是这2礼拜了，应该就知影，结果就知影。有影啦吼，所以咱真正嘛，愿望吼，咱台湾这个预防针，因为咱过去讲吼，这个国际这个评比，咱讲拢是模范生，但是伫咧预防针这块欠吼，这个部分嘛是迄个咱讲排名吼，有这个顺序，咱就安尼，因为安尼吼排较后壁一丝吼。但是无要紧吼，咱个吼目睭背后金吼，豆豆期待啦吼。那么讲吼，这个预防针真正若是产生了后对疫情的这个看法，头拄洪医师讲吼，真正这东京奥运2020+1吼，可能大家都当按算个好势啊，票会当开始买啊吼。但是伫这进前吼，咱看到讲吼，美国预防针研制这个计划主管吼，伊先来讲，对第1批预防针非常的有信心吼，差不多95%的成功率，差不多完全保证有效哦。另外，咱看到前疾管局的这个局长吼，是最阵国家卫生研究论坛。预防针调集人啊，吼，所议人，伊安尼讲，明年第1季甲第2季，欧美、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拢有70%的人口，咱讲来注这个预防针，所以会当做到咱头拄一直讲的群体免疫这个部分吼。这个国家豆豆来解封吼，边境就会使来个开放啊吼。另外，中研院吼，生物所，咱头拄嘛讲着吼，研究员来讲，预防针确实会当压制到这个发病，但是随着愈来愈侪数字来出道吼，保护效力可能有一寡变化。哇，这就严重吼！继续，咱个先请教。是，我想吼，就是讲，即马这到底这预防针出来了后吼，对咱这疫情吼到底有啥物发展吼？我感觉第一类来讲，就讲可能爱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因为即马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咱讲甲流感这是有一点仔像嘛吼。所以咱全台湾若是讲要注加吼，会使产生咱这个群体的保护，还是群体的免疫的迄个阈值吼 ，HIT 吼，大概是差不多。70%左右的这个水准，然后70%，因为伊是根据迄个基本传播率去计算出来，然后差不多是70%。以咱台湾地区，咱的盛行率足低嘛，所以咱要注到这70%吼，上无我算头1400万人吼，才有法度达到群体的，咱拢无丢过的这个保护的一个效果嘛吼。所以我咧想就是讲，即马这个疫苗、这个预防针啦出来了后，咱可能即马上重要的都咱来有一个共识，迄个共识就是讲。什么人爱先做 ？OK， 什么人爱先做？这大家爱先有这个 understanding 吼。当然我要甲大家报告，上应该先做的，当然就是在病院内面
像阮这假工作人员、这医护人员吼，差不多35万人，这一定是要第一批，一定爱先做。为什么呢？因为咱在病院的医护人员，那有这个卡，有这个预防下保护了后，阮得使避免到这病毒来到病院，咱个传染给别人，造成院内感染，还是传播回社区。所以病院要修复掉，这是我之前一直讲的。防疫内面病院一定要修复好，袂使互伊变做在病毒在内面嘎滚，然后所以病院要修复掉。啊，第二就是一寡长照机构，吼，长照机构拢老大人嘛。迄一定爱嘛优先爱甲做的，这嘛是有需要。啊，过来对防疫人员啦、军警消啦，我想这拢是爱较头前爱甲做的。啊，过来若是疫苗有的时阵，就是啥物款的人，就是讲65岁以上的长者嘛。因为咱拢知影，即边这个病毒就是针对那老大人，还是有多重疾病的人，伊的致死率会较悬。所以即寡人咱先甲保护起来。啊，至于讲少年呢？啊，是讲5岁以下的小 baby 这，啊，你看这都是还 OK 的情况，你 OK， 咱就使甲放较后边，再来处理这类安尼。我 OK， 你先拍了吼，这个人真正是有这个优先顺序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个预防车，这个防护令头拄仔嘛讨论过吼，差不多是半年较加尔啦，还是讲有当时还佫较减，也都唔知吼。但是咱嘛毋望讲，因为这个部分咱甲做落去，咱真正会当较有希望啦，嘛当看到。明日吼，来年真正是较好的这个一档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咱3位来宾吼，做伙来讨论咱讲今年开始一直产生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变化吼，咱嘛做一寡这个修正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同情路美术馆，咱后礼拜再会，感谢多谢。